同款是交通的消息，桃园市去年发生一伙人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有6600多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.9%。根据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的分析，这事故内底一伙人骑奥多摆未负反应，也有大型车内碾差的事故，这两项是占上济。所以最近因拍宣导的影片，希望互老大人交通安全的观念会当更加进步。今年3月中，观音区发生一件81岁老阿伯骑机车无注意头前的情况，对弄路口伫停等红灯的车。4月初伫龙潭区嘛发生76岁老阿伯违规超车，机车去互大型车内碾差卷入去，两件事故拢造成一个人死亡。相对的是有比较危险一点。那你有看过什么样的状况？包含在马路上的一些专注力，或者是不打方向灯，直接左转右转。我觉得老人家骑摩托车是毕竟比较不容易去注意到，而且有的老人家也会觉得说，他们如果这样骑过去，年轻人就应该要让他走的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112年全国发生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，拢总73000多人，其中桃园6651人，比同期增加3.9%，251人。分析原因，以高龄者骑机车反应未负，也有大型车内碾车的事故占较大面。本局主动拍摄影片，提醒用路人注意内轮差，并使用实际新闻、影音案例当作教材。透过社群网站及里长群组及高龄者关怀据点放送。针对最近一寡侪伙人骑车甲大型车同齐行相 A 这个事故真侪，交通大队也用实际的新闻影音案例做教材，翕交通宣传影片，建立高龄者交通安全的观念，鼓励真多大众运输工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